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3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今日半暝啊1点45分，伫台中市大雅区一间免洗碗盘、免洗餐具的工厂火烧厝，消防警员去现场拍火，结果传出有2个消防警员伫咧火场内底失去联络。头大得到消息，2个人拢不幸过身。会当看到这个火烧甲真美，因为这间工厂是做免洗碗盘、免洗餐具的，而且伫仓库内底嘛订一寡杂货，所以火一烧无法度疏散。有民众嘛有听到爆炸声，消防队出动7个分队去拍火，也毋过有2个消防警员入去火场了后无线电就失去联络。伫头到8点外，已经确定2个消防警员拢不幸过身。再来关心宜兰的南方澳。宜兰南方澳的大桥登起，昨昏嘛，互平面的媒体亚讲，自1998年完工了后，21年来，管理的航港局甲港务公司拢无主动独立做检测。交通部长林佳龙嘛证实讲，一定会追究责任。港务公司目前有管咱全台湾17板桥，交通部嘛要求3个月内要全面严格做检测。这意外，即马已经知影造成5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还佫有一个渔工甲单还未找到。救援人员透明搜索，无放弃任何希望。南方澳大桥意外造成5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原本3层楼高的266渔船，靠绑架大桥地加村之间，目前已经刷到13号码头，开始进行水下拆解工作。怀疑最后一个私人渔工就伫内底。那在拆解之前，我们有再次派了3位潜水员我们再次下去。非常仔细的这个巡查，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是载重、风力还是更山生线等其他因素造成绑落来？提出105年宜兰县府委托建兴科大检测桥梁的报告，顶头讲到护栏甲电火条啊生线。里面也没有提到相关的锈蚀的问题所以有一些钢的栏杆啊，或是主要的桥体是有锈蚀。我们这个我们都有照片照起来，然后做相关的改善。1998年完工的南方澳大桥，伫绑起了后，向媒体曝光，21年来拢无做过安全检测。交通部长林佳龙证实，相关的航港局甲港务公司有参考103年甲105年宜兰县府检测报告，毋过无照规定主动检测定标准，恐惊有上大的责任。这个航港局跟港务公司在过去并未曾主动检测南方澳跨海大桥，那有疏失是事实，我们也会就责。根据规定，港务公司应该自己主动来进行检测。港务公司所管的桥梁拢总有17座，林佳龙要求3个月内全面严格检测。要提出未来的补强改善计划，预计年底正式完成。渔港伊的出入口向冻调的，差不多500只渔船袂当出海，水下做结界堆，测日暗时透明畅通，安全航道。预计上紧嘅透早就会试航。记者综合报道。毋对，这南方澳大桥登起了后，造成渔港一的出入口防塌掉咧，大约500只的渔船无法度出去讨海。国军是透明畅水，甲水底的桥记断，即马有开出一条，大约是15公尺宽、5公尺深的水路。伫早起10点左右会先试行，确实会使用。渔船伫咧今仔日就会当出海去掠鱼，这是头大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看，南方澳大桥登起，逮到3只渔船目前有找到5个外籍渔工的遗体。船头家昨昏是哪讲哪好，伊讲这渔工就亲像伊的厝内底人共款。很多奇迹都会发生啊！毕竟他们从那么远来我们这里，我们真的也很神慌。双手按着边，哪讲哪哭。宜兰南方澳大桥1号绑起，其中6名外籍渔工甲渔船被逮伫个水面下，
到2号中昼进前，有4具遗体被陆续找到，但过有2个人掉伫下骹，船头家甲头家娘拢真着急。当时我就让船员去休息，我说还没有要加油，等中午吃完饭之后才要加油。你知道，没一下子而已就掉下来了，大体都是在船舱里面找到的，都是我刚刚有去看他们的大体，都是从中间破坏、拉开也都可以，只要把人找出来。我其他我对我移工的家属我也好交代。船头家江国良伫中昼时阵对着交通部长林佳龙讲，卖过开会啊，赶紧甲地伫桥骹的新大城366号渔船来拖起来，刷出所在，赶紧来救人。昨天我一整晚在这边，我到4点多我还在这边搜寻到第3个的时候，我还不放弃，我再多搜寻1个小时，因为我本身也是义校。我拜托我们消防队先走再说。搜救人员赶紧用怪手甲所有白钓甲渔船救顶动，伫下晡2点半左右，搁再找到第5具的遗体，是印尼籍28岁渔工。不断的这个建议之下，我们也参考他们的意见，所以刚刚已经有搜寻到第5位失踪的渔工。看一个搜救进度，6个渔工在1号深夜开始陆续被找到，暗时在1点外到2号透早，先找到新大城366渔船的印尼籍甲菲律宾籍3名渔工。早起8点45分，伫码头的马上角遐找到新大城266号菲律宾的渔工。下晡2点28分，在新大城366号附近找到印尼渔工。为着照顾渔民的生活，互渔船会用出海，国军出动2台 M3 喷门桥搭设正式平台，后来切割这个桥面进行清理。而时间来到下午3点多，军方来到现场下达指令，无论如何都要在明天的中午来完成这个临时的水路航道，而且要求南方澳吃水最深的一艘渔船，也就是宽7.8公尺、深4.5公尺的渔船，必须要通得过去，才算完成这个清理水上的航道。原本国军有评估，是不是要用爆发方式清理？因过考虑桥已经车往港内，会伤到掉伫渔船内底人，所以讲采取切割方式。希望用伫3号中昼爱完成航道，加恢复渔船的通行。记者综合报道。南澳大桥为什么会放弃？大家拢在问。专国技术讲过，所工程师去现场勘查，初步是发现讲，桥梁第6条钢索先断去，而且大部分的钢索拢生甲真严重，可能嘛是因为安尼袂止力，桥才放落去。从第6根钢索先断裂，有一部分钢索已经锈蚀了。那油罐车过去之后，变成那一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工程技师李仲斌比已经倒去的南方澳大桥讲，桥的钢索已经生甲真严重，而且佫唔止一条，才会讲一条钢索断去，力头无平均，其他的钢索嘛袂止力，所以才会对咧断去，引起骨牌效应。一根断掉，照道理应该不会有正常的桥啦，应该不至于会马上产生一个坍塌的一个情形。但是今天可能锈蚀的状况，可能不是只有那一根，可能是一连续的整排都有发生锈蚀的状况。结果工程技师强调讲，南方澳大桥算是吊挂式的钢桥桥，钢索就是伊的命，而且这个钢架索有一个码头，那就无照步来保养才会歹去。钢索因为它的矛头是藏在钢箱梁里面，所以平常要检测的话，其实人要爬进去到里面去看里面的矛头，而且用目视还看不到，可能要有一些特殊的检测器材。但是桥断去是因为用护素掘砖来造成的，那安尼负责大桥维护管理的港务公司宜兰县政府可能也无法度推卸责任。法务部长强调讲，已经下令检察官全力来侦办。交通部他们所组成的专案会议都参加，行政调查跟司法调查并行。除了追究桥断去的责任以外，即摆南方澳大桥断去，等于讲宽型的交通启用切断，可能去冲击到当地员工。所有店长李明铁表示，希望中央赶紧变预算来定期。重新新建的时程就太长了，会影响整个南方澳地区非常的严重可以在2年到2年半以内能够来完成。失踪的人已经受连续找到，而且受伤上严重的油罐车司机骨头真侪所在断去，鼻出血送去博爱病院来急救，目前鼻出血部分已经无啊，状况较稳定，预计这礼拜会阁安排手术来治疗。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头段，替大家报过上新的消息，这是今仔日半暝1:45分，台中市大雅区一间做免洗碗盘、免洗餐具的工厂火烧厝，火烧甲真猛，消防人员去现场拍火，结果传出有2个消防人员伫咧火场内底失去联络，头段已经确定2个人拢不幸过身。画面这火势实施了有够猛，整个工厂就安尼烧了了。台中市大雅区中和六路一间一改成餐具的工厂，伫咧半暝1点多传出火灾的消息，现场还阁传出爆炸声，住伫咧附近的民众是拢惊精神。就听到那个电筒爆掉的声音啊，然后后面我就出来看一下，电筒怎么在爆？然后就把窗户打开往后面看，怎么后面有火花？就赶快下来把家里面的人叫起来啦。然后就打电话联络后面厂区的老板。因为工厂是用来放这便当盒仔，也有点南北货的仓库，所以甲拢是真高导火的物件，火是真恶拍花。消防人员经赶到现场抢救，出动7个分队，布水线，甲铁门破坏，为4颗雷开始搜救。不过，西屯消防分队2个消防人员伫咧火场进行高温测试的时阵，因为无线电，煞常常失去联络。就是他拿热水降临到里面去测里面的温度，就是他先一直，他是一直顶热嘛，就一直往这边过来，他测来温度，我们的热气是绿色燃烧的时候，就他就测那个温度。火势虽然伫咧透早5点外控制掉咧，不过也未完全拍花。2栋厂房内底的温度即阵又搁介悬，随时有放气的可能，这是互搜救的行动搁较困难。现场指挥官指派3组快速救援小组轮流伫咧火场内敲吹。不过透早8点外左右，已经伫咧火场找到2个去互物件缀掉的消防人员尸体。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过去公费的流感疫风车拢是10月初1就开始做，不过今年的延到11月15才要开始做。第一批是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囡仔，也有医术人员；第二批是12月初底开始65岁以上的老大人做，也未去读小学的幼囡仔做。因为今年较慢注射，所以有家长真烦恼，流感疫情会压起来。来看《自由时报》，眼科医学会公布上新的调查，咱国人大家用3时平均拢超过10点钟，其中10岁到19岁的少年囡仔，这目睭打数有这款镜头的比例，嘛按3.6%增加到12.1%，加2倍多。来看《联合报》。采购法上路了后，未少基本标案拢是啥人较俗着啥人摕着，引起批评。文化基本法6月份实施了后，定出基本采购会当甲政府采购法分开，所以文化部即马正在定新的办法，会来办公听会，听各界意见。来看台铁普悠玛列车并车要满1冬啊！宜兰地方法院昨昏头一摆开庭，被告的3个人嘛，包括司机员尤正中在内。也毋过，因被告的这3个伫法庭顶悬，拢讲因无要认罪，而且尤正中嘛讲公道在人心。我会承担我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强调讲绝对袂提责任。台铁普悠玛司机员尤进中伫律师的陪伴之下来出庭。去年10月份，普悠玛败练的事故，68人无命，200多人受伤。宜兰地方法院初日第一届开庭，司机员尤进中、台铁局综合调度中所所长郭英婷、副总工程师刘灿宏，向以涉嫌犯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罪等等的罪嫌来起诉。我认为台铁局跟这个事件整体有更多个人来的话，其实对这事件都要感到抱歉，对不起。那这虽报3个人拢有出庭，毋过拢无认罪。尤进中搁伫庭上表示，家己拢有照操作程序来做，当然不爱认罪。犯人是没有两样的，那个日子是很难去想象的。我想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那被告3个人出庭，宜兰地方法院嘛传51个伤者到庭来说明，有被害者靠咧讲代志发生到即，毋敢搁坐火车，另外去互妈妈抱掉咧，这边还无代志苦笑眉毛出庭。若是家族内底有8人死去，当家是无人出庭。送搭火车吗？当然还是必须要啊，对啊，但就是会害怕是很正常的这样。面对检方指控，尤进中涉嫌超速，用时速140公里来过弯，佮家己甲 ATP 关掉。刘灿宏是列车验收的时阵有疏忽。
无烟氢管理有问题等等的因素，才造成这件代替30年以来上严重的死伤事故。由尽量进行反抗，检方收集证据不利，对这个代志，主任检察官公正如回击。检方所提出来证据，拢会到接受公开的批评。无论故障的情形再多，他就是不能超速，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做，该负的责任就是要面对。受害者家属希望讲法院会当找出事故的真相。宜兰地方法院初三会搁一届来举办准备定书庭，要互被害者甲被告校定完整说明因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丰原粉鸟俱乐部姓赖一个会长5天前，伊办半粉鸟的比赛，后来伊是互美国的动保团体检举，这个姓赖的会长即马被判1年有期徒刑。海风真头真强，阮也参加比赛粉鸟，伫拍开人啊了后，努力比赛。不过迄天天气实在是伤歹啊，袂少粉鸟毋是落海就是受伤，无得飞，只有2-3成会硬飞转来。5,044 went out, 36 came back. Some came back legless, some had their wings injured. 很多动物为了比赛，可能要被关在很狭窄的地方，那它也要去受很多不正常的训练，其实都是违反动物本身天性的。这款的画面，和国际动保团体美国生态动物组织检举，而主办的丰原粉鸟友俱乐部会长5年前举办半粉鸟比赛，奖金达到2亿3千万台票，对内底抽成1200万，全部予生态动物组织收证，向咱国警政署检举查核，包括会长、会计甲有签的人186人被判刑。就是我们俗称的春季赛鸽跟冬季赛鸽2个场次，利用赛鸽的方式来聚众赌博。台中第一二审，以及跋筊罪甲4赖会长判刑1年，缓刑3年。而184个有落去签的人，法官认为有29个人无赢得彩金，155个人伫这摆比赛总共赢得彩金6662万。也阮也是甲彩金全部看作是犯罪所得，无完全合理，引用刑法新制伤过严格条款。有时候如果没收对行为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法律给法官一个弹性。我认为全部没收有过科之余的时候，可以适用过科来酌减。依照这条款，法院敢若没收半粉鸟的彩金1/3，大约台票2000多万，其他2/3发予半粉鸟的人。对着判决结果，丰原粉鸟友俱乐部无回应，不过将比赛方式也予台湾的半粉鸟运动伫国际造成负面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台湾各地拢是稳定的天气，来看温度。今日咱台湾各地偏乌、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的山区、西半部的山区过到了后有短暂阵雨。温度的方面，各地低温是23度到25度，日时高温有31度到34度。中昼的日头会较猛，紫外线的指数会偏高，所以出门在外爱早日爱加啉水。另外，嘛要提醒，今日伫咧新竹、苗栗、中部，还佫外岛的偏乌、金门、马祖，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是无介好的，所以出门嘛爱挂喙暗较透冻。苗栗通宵的火力发电厂去年10月份陆续换掉老旧的机组，要改烧甲使用天然气来发电，所以采35吨的大烟筒管嘛要拆掉，嘛要退休。未来这老一机当作地条。尽管的柴火烟筒有通宵2字，还佫为着在地这些乳牛甲北海猪，互人一看就知影通宵到啊！苗栗通宵火力发电厂的6支大烟筒，屹立超过35年，现在就是进行拆除。当地民众唔敢地表根本无去，用空拍机来记录。从我小时候就有的一个发电厂，然后我们通宵人跟他也是息息相关。这6支大烟筒为民国72年建造到即马，已经具有相当的历史，大概有120公尺宽。因为91年开始，通宵电厂的6只机组陆续换做天然气。目前进度的话，大概是14%左右。它用材料是什么样的？我们压烟囱是采取链锯切割的方式去做拆除。台电表示，若只机组目前都是烧天然气，而且继续更新设备，除了发电效率提升3倍，污染嘛降低16%到20%，有效来降低氮氧化物，烟筒的管道嘛降做80公尺。那个3根烟囱应该是旧的机组拆掉，已经在去年10月吧
已经全部都停了，所以它去年10月那3套机组通通都停了，然后现在陆续新的3套机组上来。苗栗县环保局肯定台电伫改善当地空品的努力，而台电嘛等你一步一步来跳图。以你35年彩绘演动，未来嘛将会留出一支来作为地标，嘛见证历史的发展。记者苗栗采访报道。今年8月份，伫台东的三元海湾的河溪区，有发现石龜8丈花生卵。研究团队就58天，10月7日暗头啊，有看到36只石龜仔孵出来。这画面看起来是又古水又使人感动。经过58天的等待，海龟研究团队伫台东三元海湾富山河溪区发现的石龜卵，总算顺利甲4只石龜孵出来。点点的了后，发现有36只，比过去2届当地民众发现的少数1-2只佫加真济。研究团队甲河溪区附近的国校学生，伫7月尾暗仔护送因登去大海。之前的例子是因为利息龟被我们的胶原沙蟹咬死，被我们这里的野火追逐的情形，所以我们晚上的部分都是会住在这里。海龟专家听一准发现。这个石龜生卵的所在，敢若57公分深，甲演过伫离岛发现的1公尺深无同，有可能是头一摆生卵，所以经验无够，黑无够深。随风这届总共有生90粒卵，落尾敢若36只孵出来，其他的伫孵的过程当中受到天气影响，全来失败。不过这届是海龟研究团队真侪年以来伫本岛发现上完整的一届海龟孵的记录。这个事情我们在离岛做很多次，但是在台湾本海第一次。我们的推论结果是昨天因为台风来了，那气温骤升骤降，那下一龟的反应不会那么好啦。听伊阵讲，这届石龟会当成功生卵孵出来，代表讲环境真适合，未来更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海龟来生卵。伊建议台东三元海岸富山河溪区需要进一步来规划，加强海岸的巡守。或这个目前本岛干那只有的海龟生卵区会当受到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去日本。日本伫10月7日开始，甲消费税调悬，而且分2种算法。不过，这政策才实施头一天，各地头就发生算钱有过样，而且系统乱糟糟的问题。10月31日是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英国的首相强森有公布最后版本的脱欧方案。强森强调讲，这方案是公平甲合理的催促甲放软。英国首相强生在当地时间7日曼彻斯特的保守党大会公布脱欧协议的最后版本的方案。上互人关注的，就是互爱尔兰部分货品会使伫咧2025年之前，也阁有欧盟单一市场的优势，互货会使尽量顺利出入。And today in Brussels, we are tabling what I believe are constructive and reasonable proposals, which provide a compromise for both sides. We will, under no circumstances, have checks at or near the border in Northern Ireland. 人讲的4年相交界，就是英国脱欧的过渡期。在咧2021年结束了后，北爱尔兰会使和欧盟维持4年特殊的关系。这也代表北爱尔兰至少在咧2025年之前，拢会被留伫咧欧盟单一市场内。不过，就会和英国做伙离开欧盟关税联盟。4年了后，北爱尔兰议会就会当选择是毋是要遵守欧盟或者是英国的法规。相交界就是伫咧爱尔兰的海面有一条英国甲北爱尔兰之间法规管理的交界。另外一个交界就是伫咧北爱尔兰甲爱尔兰之间设置海关检查。强生强调，这对欧盟来讲是一个正值得考虑的方案。英国也爱紧结束脱欧的政策。Are we ready for it? Yes, we are. Are we determined to resolve this? Yes, we are. Let's get Brexit done by October the 31st because we have to get on and deliver on the priorities of the people. 根据前首相梅伊的版本，脱欧了后，属于英国统治的北爱尔兰会和欧盟成员的爱尔兰之间维持交界开放。那强生认为，虽然脱离欧盟，英国嘛应该要有家己的贸易政策，那无到时阵就会无期限忍受欧盟的规定。强生是搁一再强调，尽管欧盟对英国最后版本拢一点点，英国也袂搁再协商。10月31日就会无协议免脱欧。记者综合报道。
发生伫30多年前，南韩的华城连环杀人案。之前警方有透过现代的 DNA 技术，锁定一个56岁，即马当地坐驾的嫌犯。结果伊毋若承认警方讲的，还阁压出警方毋知影的。伊总共杀死14个人，而且犯下30件性侵案。 南韩的华城连环杀人案进行重新用 DNA 鉴定，找到56岁当地坐驾胜利的嫌犯了后，警方无放弃，对伊进行交办审问。嫌犯一开始拢无承认，一直到顶礼拜，警方突破伊的心房，伊总算承认这件华城连环杀人案中，除了第8件是模仿犯罪，其他9件拢是伊所做的。伊个承认伫华城连环杀人案进前，已经当队犯3件类似案件。 后来伫青州性侵杀害伊进前又犯2个案件，拢总14件，拢是性侵了后又搁杀人。啊，若去强暴或者是强暴无成功的受害者有30个人。警方根据伊的口径，当地调查是毋是真的。华城连环杀人案发生伫1986年到1991年，迄当时拢总10个，暗时也倒来女子向地铁后壁掠去，其中9个人向性侵又搁电死，受害者为13岁到71岁，落尾到一个13岁被害女子活落来。嫌犯落尾搬去成州，一直到1994年性侵杀害伊的案件爆出来，才去坐驾。 这个案件迄当时，互南韩社会惊一跳，向去做电视剧甲电影。甚至个案件第33年了后，已经过法律追诉期，警方也是重启调查，希望互受害者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 若伫西非的国家奈及利亚，因的警方是掠到一个红影工厂，救出19个年岁差不多是15岁到28岁的少年查甫囡仔。这查甫囡仔先互强奸，才生囝，了因生的囝才互掠去卖。一群少年的奈及利亚查囡仔拢坐伫椅仔，因差不多每一个人拢有囡仔。啊，毋过这毋是富山口的诊所，这女性拢是人口贩运集团的受害者。 因向伊提供工作机会，互骗来首都拉各斯了后，随向强暴身。按那刷落来等待因的运命，都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红影生落来了后，都向抱去卖。一直到最近，警方向其找回来，查囡仔才总算会当脱离痛苦。警方搁伫现场找到4个红影。We rescued 19 pregnant girls. Mostly from ages 15. The highest, the oldest person there is 28, but majority of them are teenagers who are pregnant and being kept in those locations. 根据警方的讲法，查甫囡仔介绍是50班奈及利亚奈拉，差不多新台币43000块；查囡仔介绍是30班奈及利亚奈拉，差不多新台币26000块。 啊，那可能下尾人是谁，目前更唔知影。水上亲像这款的红影工厂，上定发生伫奈及利亚东部地区。去年奈及利亚警方的行动，都掠到一个非法集团，救出160个红影甲囡仔。啊，那每一个向提起卖囡仔，其实拢是一个妈妈不幸的故事。 And this young woman tell me that if I born my child, that you carry my child, give me money. Or if I decide to carry my child, that all the things that is left for my head, I will pay her back. The woman checked me, now put medicine in my private parts. Surgery, neighbor started to do me. The baby is 7 months. I was in the neighbor complete 3 days. I did not deliver. Police people come and arrest us. 目前警方已经抓到2个非法担任护理人员的妇女，啊，那主嫌还未抓到。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宜兰南方澳大桥登起。最近100个检测报告，这班桥的报告是伫咧民国105年做的，而且是宜兰县政府做的，也毋是这负责管理的航港局港务公司做的。伫报告内底，麦当发现讲，内底内容并无讲爱做更多检查。啊，毋过即马根据交通部现出时的规定，每一班桥2年拢爱检查1摆。 南方澳大桥放弃，专家认为讲有可能是因为支持桥面的降速，生产甲真严重才会来登起。大桥主管机关港务公司提出105年的检测报告，表示总共有33项优先改善的项目，其中却无包括降速检查。敢若主结构大梁的钢筋独锈3项，还有桥墩墩体钢筋独锈，甲暗毛头修复10项。
除了检测项目启用质疑，根据交通部公布的公路桥梁检测甲保强规范，桥每2年就要定检一届，若是有其他破坏因素，就要加强定检。毋过主管南方澳大桥的港务公司启用质疑，毋但无执行2年的定检，而且早起提出来这份105年的报告，佫是宜兰县政府委外制作的。它现在是航港局的财产，对不对？是在101年。那相关的管理是港务公司，对不对？是的。那你们相关的权责就是搞不清楚，因为港务公司它的能量就是不足嘛。他就是经营管理而已，现在要做这样一个维修，你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啊！在管理的那个权责上面呢，本来就是港务局的啊，所以当时就把这个既然做了报告嘛，那就给你们做参考。但是这个不能免除所有的管理单位每年要做定期检测这样的一个事情。宜兰县政府培会民国87年南方澳大桥起了后，就移交予航港局，由航港局下骹的港务公司负责维护管理。毋过105年这份报告，因为当年管理机关登录唔对，南方澳大桥启用列伫咧所有定公所内底，宜兰县政府才委外来检测，查清楚了后，才甲报告交予港务公司。了后，南方澳大桥毋但伫所在内2年无定期检查，嘛无伫交通部运研所的台湾地区桥梁管理资讯系统内底，等于讲每1年无法度启用查核。这个资讯系统里面并没有港务公司所填报的桥梁，所以就等于就是它化外之地嘛，你通通不知道嘛，对不对？规定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是化外之地嘛，你都不知道它的情形到底有没有危险，你都不知道嘛，哈。因为我们的桥梁的话是由高工局、台铁局、我知道的，就是港务公司没有委托你们嘛，所以你不知道嘛，没有在这个资讯系统里面。另外，因为政府的采购法伫民国88年才开始，所以87年完工的南方澳大桥相关的招标资料到设计图甲完工图拢无强制上榜来公告，嘛叫立委质疑到底是要安怎来修理。对这个代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表示，目前会全面检讨各类桥梁的管理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的南方澳大桥放落来有缀着3只渔船仔，3只渔船仔受害，嘛有500多只渔船仔无法度出去讨海。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中表示讲，会斗相共渔民来争取补助，目前是拍算用逐工上济会当趁偌济来做标准。另外不幸死亡的外籍渔工，除了因有劳保的死亡补贴，交通部长林佳龙嘛讲，大家会当去赔500万。长期的南方澳大桥对落伫咧3只渔船顶面，造成价值上亿的渔船全部毁掉。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已经全力协助村党甲相关单位求偿，争取上大的权益。长桥嘛造成这几天伫渔港内面513只渔船无法度出海作业，农委会嘛会协助求偿。我们会用过去南方澳里面每天最高的产值的金额来协助，如果因为昨天跟今天无法渔船出港作业的农民损失。宜兰的外籍渔工，农委会会发5万块的死亡慰问金，会负责协助家属来台湾，并且支付所有费用。交通部长林佳龙嘛表示，每一位罹难者会当互人赔500万。以500万元，来对这些罹难的外籍渔工进行赔偿。如果涉及各项的保险，或是社会的这些捐款，也会来协助他们来办理。另外，农委会指出，宜兰外籍渔工的劳保死亡给付是35万，其中有人是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的会员。工会认为，这个金额上低，应该以职业灾害来认定，至少有8万。40个月的基本平均工资的给付，再有一个5个月的那个丧葬费用，大概也算起来应该会有100多万。我们比较想要朝这个争取国赔的这个方向去协助处理。劳保局说明，工会所讲的算法是民国98年进前的旧制，伫咧了后初次加入劳保的外籍渔工，该采用新制。除了领农委会所讲到的35万，会当搁依照年资申请另外一笔年金给付。因为渔工伫咧渔船准备要加油出海作业的时阵不幸罹难，应该会当认定是职灾，家属会当经由雇主提出申请，送劳保局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南方澳大桥登起，桥梁的安全即马嘛引起外界关心。咱来看花莲的七星潭大桥，伫去年地震的时有受到影响，即马正咧补强。另外，交通部嘛有调查，讲云林有270多板桥爱改善。
也毋过因讲因无钱。即马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是表示讲，修理的钱若准地方无够，中央会斗相共。相车观圆形的桥，甲南方澳跨港大桥有相关的设计。这是花莲美仑区的精华桥，虽然提供给过路人行，不过对1997年起到即阵，唔若互咱拢后去，而且更受如斯，真侪所在拢实现了。因为它有一些护栏及铺面，因为有老旧损坏，所以我们希望来提报计划来做改善。根据花莲县政府资料，全县有634座桥，每年编列2000万的预算，平均修理至少17座的桥。其中受到顶摆0206地震影响的7层大桥，位于将近20公分。工程单位到即阵也伫个原上补强，互附近的民众真烦恼。离县内上长的苏花公路太鲁阁大桥段，位在立雾区，而且挖海，安全问题更加是受到大家关心。我们发现它局部锈蚀的状况，它这个桥是在91年就完工，那所以我们在104年的时候有去做一个油漆的工作。影响安全吗？目前油漆之后是 OK 的。除了花莲以外，云林县大石乡 N13号桥，因为桥墩底座的钢条拢落出来啊，伊阁属有海沙桥有安全问题，必须马上封闭并且拆除。县政府早起赶紧把这座桥封起来，禁止人车通过。车拢嘛咧处理袂啊？有阮家厝车来的呀。系啊。我这边来行，这刚抓起来我得行。因为经费问题嘛，一直迟迟没有那个无走嘛，所以阮家减水烟较重，所以我们会比别的乡镇，损害力来得快。根据交通部2018年桥梁维护管理评鉴，云林县是唯一被列做有待改善的县市，其中有276座的桥必须改善。云林县长张丽仙讲，云林县境内有1653座桥是全国第2多，若是全部做整治维护，大概需要1亿5千多万。对此，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讲，针对20年以上的桥会增加检测，中央会斗相共帮助地方来维护。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去关心香港反送中。10月7日是中国国庆，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运动，有学生囡仔互警方开枪受伤。早暗有网友就招香港人出面集会，要求解散警队。另外，嘛有示威者去破坏港铁几个车站，造成部分的车头甲设施今仔日无法度用。抗议香港警方10月7日中国国庆伫4个所在开6枪，其中1枪拍到18岁示威者胸坎。中湾地区有民众伫拜三暗时举行集会。不然警方呢以实弹射击示威者，就有网友号召在晚间8点在全港8个地区集会，以行动来表达对警方的抗议。他们不止重申5大诉求，而且要求要解散警队。包括中湾、黄大仙、甲屯门，拢有真侪民众行上街头，哪行哪喊口号。民众手提停止射咱的囡仔标语，替拜日就请示威者加油。警察乱开枪，把一个没有武器的学生打到胸口打，是吧？太没人性了。沙田新城市广场嘛，挖一新的人，大家后早好替调整下星期好。甲摆做香港加油的字，暗过伫集会结束了后，部分示威者先甲车路拆起来，开始破坏行动。枪顶甲围栏向破坏，先甲南中国警察总部告示威者等汽油弹，和警察局外口导火烧起来，警察则发射催泪弹。港铁嘛有真侪车站叫示威者伫车站内底跳过破坏。讲出料机器、甲监视录影器，港铁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嘛指出受到破坏甲放火影响，部分车站摆是有可能暂停服务。若顶个月29日湾内示威活动，向香港警察射到正面目睭的印尼女记者，伊的律师表示，朱迪医生讲正面目睭受到外力冲击，会永远看无。若失明的程度，要等手术了后才会当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互香港警察开枪吊伤18岁的这个中学生，伊的枪支探过伊的肺部，伤势真严重。事后呢，香港的警方冒开记者会，也毋过证讲开枪是合情合理的，互香港人听了更加火大。
这是穿大伫中学生的胸坎，对肺部甲心脏边仔通过。头一摆真正枪支直接对着示威者，警务处长罗伟聪支持伊的部下来开枪，讲是合情合理。也过早起就在受伤学生所就读的河团窑纪念中学外口，大约有400多人集合，牵制这一枪根本就是合法谋杀。My whole body is shaking. I cannot imagine that the first bullet will shot on my school students. 警方所用嘅暴力並唔係合理合法同埋對等嘅。香港警方講，10月1號迄天總共掠到180人，佇各區射出6發真正槍支，包括佇荃灣開槍拍到中學生的一槍。這10幾歲中學生經過緊急手術了後脫離險境。22號新灣伊的抗議活動也在世界攏來舉行。Yesterday, the police shot live bullets, which could be very fatal. So today we are coming here together to voice our anger.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是在參加完國慶活動，在北京公開來支持警方自衛開槍。有議員指出，辦事處也喺同一天受到破壞，因為這是政治攻擊。也煩惱在一個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會因此而受到影響。政府咧確實係有必要地去研究用呢個緊急嘅法律係去盡快止暴制亂。黑衣人戴住口罩隨街喺度行嚟行去，佢話我冇犯法啦，但係就會嚇到好多選民唔夠膽履行佢投票嘅義務。離西九龍裁判法院有大約300人集合，因為96個人被控參與暴動，法院來審理。在參加929全球反極權遊行的人，年歲上歲94歲。而這擺中學生被槍擊事件，英國外交大臣在聲明中指出，使用真正槍支實在是反映過度，和情勢更加緊張。而後面是呼籲對話，避免事態升級，也有雙方克制。這是這陣影響前行唯一的道路。記者綜合報道。鏡頭等過來，咱來去中華的鹿港天后宮，本地是決定古蹟，經過2冬的審議，文化部即馬甲升做國定古蹟。一透早就有人來鹿港天后宮拜拜，因攏是在地人，差不多逐工攏會來求平安。鹿港天后宮為10月1號開始，為原本的決定古蹟升格做國定古蹟。中央縣長王惠美嘛來甲媽祖報告好消息，包括伊的大小木作，包括伊的這個石雕，包括伊的這個彩繪哦，攏是當時哦一時之選，會使講是見證了咱當時貿易大港吼，甲咱的這個規個這個時空背景。中央縣文化局表示，2017年11月向文化部提報，將鹿港天后宮升格做國定古蹟。經過將近2年的調查研究甲審議，終於通過，讓天后宮正式成為彰化縣第7個國定古蹟，嘛是鹿港鎮除了龍山寺以外第2個國定古蹟。主管單位會變成是我們文化部這邊來主管，像相關中央直接挹注的經費也會達到至少95%以上。國定古蹟的部分呢，還會做整區的一個所謂的3D 掃描，做一個是記錄。都是幕後比較多嘛，哈，所以我們就是那個。自拔一個方面呢，我們一直在自己做了，我們都沒向政府申請經費了。目前就是看得到的，我們的結構都是還好啊，但是就是說看不到地方，需要專家來這邊做個提醒看看。美方表示，天后宮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是地方的信仰中心。廟內木雕、石雕，還有彩繪，攏真有文化價值。在咧為互相嘛，必須要開真濟心思。即馬升格做國定古蹟，嘛希望文化部會使較緊合作，進行整體檢查甲維護，借由中央地方甲民間的合作，做伙互珍貴的文化資產會使更加完整的保存落來。記者張華綜合報道。屏東的大平灣紅樹林濕地公園內底，即馬復育了真好。最近推出會當佇內底過船啊，駛過紅樹林，帶民眾做伙來耍。大家過獨木舟豆豆出發，進入紅樹林濕地，哪看風景哪過船，互人心情真輕鬆。屏東大平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用10多天的時間，成功復育6個人工濕地。最近開放2.5公頃的紅樹林濕地，佮推出獨木舟深度體驗，互遊客唔但會使看到海茄苳、南里等等的實物，佮通看到島礁。
很安全的又很平静的一个水域，发展多样性的一个水域的一个活动啊。所以今天特别就是用独木舟的方式，因为它可以透过慢游的方式来体验大鹏湾的美。大鹏湾特别的内海水域适合过独木舟，即马佮结合下海大桥下开红树林生态观察，实在是一兼二顾。游客嘛讲，伫遮过船啊，那像是伫国外度假共款。让我回想到好像帛琉也有红树林啊，透过独木舟来体验，这个感觉非常相似。所以来大鹏湾好像也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那种感觉了。啊，很舒服啊，而且不用出国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很像度假的慢活。让这边来做进驻，所以他们的场域其实是安全的，而且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鹏湾管理处表示，独木舟、红树林探索、水域体验等等的活动，未来会做更较完整的规划，开放多元丰富的导览，毋忘提升地方的生态旅游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雾峰朝阳科技大学伫2008年有成立动物保护社，收养一寡流浪猫也是流浪狗。不过最近学校准备要起大楼，所以原本狗仔大的猫狗大即狗寮就爱拆掉，因是希望讲有民众会当来领养，或者动物仔会当有一个好主人。行到朝阳科技大学的狗寮，狗仔拢真欢喜向人塞奶，动物刷落来开始撸涂骹整理环境，这是动物保护社成员逐工爱做的工课。已经成立11档的动保社，长期照顾学校附近的流浪狗。不过，说因为要起新大楼，爱甲狗寮拆掉，社团希望会当替狗仔找到愿意照顾因的人。把这边的校地用来做建设这样子，所以就是包括社办跟狗舍都会做拆除。那拆除之后，我们最希望的方式还是去帮狗狗们做送养，就是让收容到他们这一代为止，就不要再去做收容的动作，而且帮他们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对他们好的主人，这样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方式。即摆狗寮收6只狗仔，社团成员逐工爱做的工课，除了摒扫、洗碗、换水，嘛爱简单训练狗仔，互因的性格较稳定。不管透风落雨，拢会有社员来遮斗3工，时间一久，嘛甲这个狗仔培养出好感情。暑假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固定安排人力，包括这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不论是过年还是跨年或是什么特殊的节日，基本上一定都会有人来这边做清洁，因为再怎么样，这些狗狗都是在这边，而且它们也是需要喂食，而且环境也是要清洁，所以我们就是一整年下来都是全年无休的。社长表示，学校真重视流浪狗的问题，虽然有讲要伫别位起新狗寮，不过因为新地点的位置无遐尼好，竟会变做人放杀狗仔的所在，而且长期甲狗仔关起来嘛唔好，所以希望会当用训练的方式，互狗仔变较稳定咧，嘛替因顺利找到新的主人。记者综合报道。要解酒无简单，需要方法。世界真深色，咱来去俄罗斯。俄罗斯是全世界上介意啉烧酒的国家之一，也毋过即马有得解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新的报告，因自2003年到2016年之间，俄罗斯人买烧酒的开销已经减43%。原因是政府互烧酒变贵，而且嘛规定暗时11点了后袂使卖酒。俄罗斯互人爱啉酒印象，啉酒甚至向认为是造成俄罗斯1990年代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不过，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公布的调查，为2003年到2016年，俄罗斯人均酒类消费量减少43%。主要是因为私酒的消费减少真少。这项报告指出，将趋势是俄罗斯人寿命会当延长的原因之一。在1990年代，俄罗斯男性的有机寿命到57岁，到2018年已经68岁，女性会当活到78岁。WHO 将啉酒的现象改变，讲是爱运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推出的政策成功的功劳，包括限制酒类销售，推广健康的生活形态。普京规定店家在暗时10点过后袂当卖酒，提悬烈酒上架零售价。限制酒类广告，时间一久，民众嘛袂过啉酒啉到半暝，人均饮酒量比德国甲法国更较低。Многие люди загружены реально 7 дней в неделю, работают на основных работах, кто-то занимается хобби, успевает еще свой бизнес вести. Да,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у нас запрещено пить алкоголь, точнее продавать алкоголь после 11, и хотя почти всегда можно найти какой-то вариант при желании, н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нижает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позволить себе купить алкоголь после 11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除了限制饮酒，俄罗斯嘛对食薰推出禁令，甚至袂当伫私人阳台食薰。最近10年，俄罗斯食薰的比例已经为41%降到31%。普京搁要提出史上上严格的禁薰法，规定2015年了后出生人一世人袂当买薰。虽然管真济，不过俄罗斯民众健康确实因为薰甲少的消费降低，大大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饭店的柜台人员是饭店的门面，不过即马全世界有出现头一间虚拟的柜台人员在服务的饭店，就伫咧日本的东京，伫咧顶个月开幕。虽然呢，这个出头是真显目，不过服务敢有做甲到，咱做回来一抓。入内饭店的大厅，三个风格完全无同款的柜台人员，早就已经伫咧现场准备服务人客。因分别是正缘投的管家、正有关系的空灵，也阁有一个正神秘的日本领者。等待人客挖进的时，因就准备提供上界人性化的服务。Greetings, welcome to the Henna Hotel. 若听到饭店的名，无得靠你就排队，因请虚拟人物来做接待人员，感觉意外。这间是一个2019年开伫咧日本，讲是全球头一个机器人饭店新开的连锁店。顶个月才拄开幕，只是这批新入来的员工，毋是真正的人，因毋但会晓讲英语，也有日语，连中文甲汉语拢会通，也佮针对人客无共款的表情做出适当的回应。人客 check in 了后，这涂骹就会出现引导人客到电梯门卡口的顶，人客反应。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 never had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in other country. If I bring my kids, maybe they'll be very happy. For European, we love to have like a contact, to talk with someone real because for us it's a bit cold. 客房内的服务，世界拢会使看到科技化的设计，除了有免费洗衫、除臭，还有除臭机。房间内底也有 iPad， 互人客会使真简单控制电火甲冷气。工作时阵，阁会使了解其他旅游资讯。饭店表示，有柜台虚拟人员的斗相共，大家就会使专心处理更较重要的代志。安尼可能也是因应日本少子化，也有欠缺骹手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全世界的电动产业强滚，今年可能嘛有11亿美金的收入。所以呢，美国甲英国一寡大学小正咧开电动学位，不过这学位毋是教你安怎拍电动，是教你安怎管理电动产业。今年18岁，查普曼读英国伦敦史丹福郡大学，才打开学一礼拜。第当看到伊伫上课的时阵，真认真咧拍电竞游戏。不离个这加拿大开始，因为伊学的是专业的电竞营销管理课程。Skeptical at first, but now they understand how big the industry is growing and the. 这是根据目前全世界趋势所产生的。赞助商商品，还有卖电竞大赛门票有真好的成绩。今年电竞的市场会当有11亿美金的收入，比去年关了2亿3千万美金。另外，伫直播的平台观众嘛有成长，今年估计会有4亿5千万的观众伫网络面顶来收看电竞的比赛。If we've done our masters, we're going to be right slap bang in the centre of it possibly being at its peak. We're giving them skills which can be transferred to any industry. It's not just about esports, so about all of the skills that we give them to do with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目前伫咧英国、美国拢有电竞专业课程的开发，而且这款的课程伫亚洲早就已经有啊。韩国的电竞产业实力是上好，新加坡、中国嘛都有相关的学位，而且商业学位相关的课程的学位对学生甲家长嘛拢较无压力。伫英国，一学年的学费超是9250英镑，差不多是新台票354000块；美国超是36000块美金，差不多是新台票1118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的温度，先来看一个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是24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